各位觀眾好，歡迎收睇午間新聞，我係 Lu 記。立法局終於通過最新法例修訂，而對嗰啲上水愛利拖一車又一車嘅水貨客作出懲罰嘅。新法例除咗罰款之外咧，會有一連串嘅懲罰嘅措施。懲罰一係對嗰啲水貨客咧拒絕過磅而對海關人員講粗口，而粗口內容咧有涉及到性器官及其性器官最喜歡做嘅動作嘅話咧，將會罰款100萬，同埋會逼佢哋食翻晒唔肯過磅嘅水貨嘅，係即時。懲罰二係講粗口嘅內容咧，係牽涉到對方嘅家人嘅親戚嘅咧，將會係罰款500萬，同埋捉佢去呢個中環長期穩笨實集團總行對住等大廈講同一句粗口1個月嘅時間。懲罰三，對於嗰啲大聲夾惡又對執法人員手指嗰啲，會捉佢去旺角天橋底炒栗子1年，係用手指炒栗子。新法例係冇一個懲罰係對嗰啲水貨客咧，對執法人員真正動粗嘅，因為專家分析呢一班得把聲，而佢哋有吉士真係打嗰啲執法人員嘅話咧，個機會率咧係等於0嘅。一陣翻嚟，我哋會帶大家去直擊一位水貨客喺旺角天橋底用手指炒栗子嘅情況。如果我未俾人打死嘅話，今日新聞大致上係咁多。正所謂用手指炒栗子 ，PK 水貨客要制止。晚間新聞再見，播歌。